因为怎样，所以安怎？伊瓦萨基克大陆，罗马字发音式台湾语典。因为怎样，所以安怎？你是怎样才毋敢食茶？因为破病在食药仔，所以才毋敢食茶。你是因为怎样才无做生意？因为成本真济，所以顾不将才无做。伊的事业才做无偌久，怎样会趁遐济钱？因为不只有利益，所以才有趁遐济钱。伊是怎样才互人发？因为伊拢无照法度行，所以才互人发。你是怎样才叫别人去？因为我叫你几若摆，你拢毋应我，所以我顾不将才叫别人去。你是怎样毋替伊出头？因为伊较无力气，所以才无要替伊出头。你是因为事人真济，所以才无要搁办，毋是？毋是哦，我是因为无人要互我赢，所以才无要搁办的。你是因为毋知位，所以才无买来心。毋是哦，我是因为袂记得，所以才无买来。你是因为家己有毋对，所以才毋敢插也毋是？无，因为无应单，所以才无要插。你是因为怎样才前伊的腹肚边？因为伊大声怪怪的喙皮，所以我才有前伊的腹肚边。